直接协助理解，啥干都不把当把大当。这个最忙听不进去，你说你去找那个听不进去，对你听不得事。所以，现在是骗他。听不懂就一顿了，直接来那个进去了，直接是进去了。不是小别店，不是小别店，这个怎么？哎，专门技术拿出来呀，现有的这个到了相对主要，在这养活了。前去这么去有土的，人家手去小，不知道去。然后从我看呢，3节个担保是现在个要了吧？那说让给他呢，这个什么经营的钱呢？可是土都的相对土呢，3节个担保的配给要了吧？都是钱啊。就说老人他呢开那个钱。哎，那看呢，担保说呢，这倒是吃不说是老的给不出过，人家不大去啊。年们呢，像是呢，小个要啷个呢，抢救什么方面的，东尼方面，前年，看到真正这个讲讲电容机因为我呢，你什么套的就抢救什么方面的，东尼方面的这个套呢，这个针对相对主要就吃这个药。好像是这些，这个小概念受到这个抢救什么东西到这个方面呢，是跟干啥的，技术毛起的因为么呢，看到没针对相对主要什么这个呢，非要用不的。